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初2，诗篇18篇35节安尼讲：你用金牌解救我，用正手扶持我，你眷顾我，予我高升最大。三甲来祈祷，解救、扶持、眷顾阮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施主爱、好怜悯，阁无快快生气的上帝。你是欢喜将万项好赏赐阮，毋愿阮行伫歹内受苦，会疼痛天父。主啊！伫你的创造中，你看阮做上好。伫你的恩典中，阮要靠你的话来活。独独你是阮的倚靠甲帮站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！这时患难临到，予阮真通艰苦，重担压迫，予阮得要跋倒。主啊！总是感谢你疼阮，因为你用金牌解救阮，用正手扶持阮，你眷顾阮，予阮高升最大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解救咱，用正手扶持咱，也时刻眷顾咱，高升咱最大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